香港觀眾朋友對廣告之後，繼續收聽提教國際。而禮拜新聞幕後，同你大家來關注係馬來西亞選舉最新嘅變化。涉及到1957年脫離出來挑戰派政黨論題。針對呢個議題，今日到節目呢度為大家做強調係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學年嘅教授就係內主任陳培秀，陳主任，主持人您好。主持人好。謝謝老師，我要特別感謝一下陳教授，是因為覺得老師昨天的半夜才從馬來西亞觀選完回到台灣，接着星期六明天他休息一天，星期天又要帶學生到泰國去。先謝謝老師這麼辛苦還抽空來，不客氣。我們看到這場選舉，其實很多媒體講，除了跌破眼鏡、驚奇之外，在詳細的檢視每一個過程，跟這個讓人家有一點震驚的結果之前，我們要先請陳教授幫我們介紹一下，其實馬來西亞的政局，我們看到這一次有希望聯盟、有國民陣線，以及長久以來我們看到有華人勢力、有馬來勢力，是不是先讓觀眾知道一下這個背景？好，我們知道這是馬來西亞超過一甲子的這個巫統執政，也就是說，馬來西亞事實上在1957年就脫離原來的這個大英帝國獨立，那時候叫馬來亞聯合邦。那馬來西亞聯邦是1963年才成立，但是巫統從1957年那麼大馬獨立以後呢，就執政到現在那在這61年的當中，其實馬來西亞主要的政治過去都被認為是一種族群政治的聯盟，也就是我們知道這個巫統原來是馬來人的這個政治組織，那後來呢，隨着這個馬來西亞政局的發展，那麼在這個70年代的時候成立這個國民陣線，也就是說把華人的政黨就是馬華工會，跟這個印度裔的政黨就是印度國大黨都納進來成為國民陣線。那反對的陣營呢，當反對陣營要挑戰這一個執政聯盟的時候呢，事實上來講，它也必須步上這一種聯盟的一種形態。所以我們大家印象最深刻就是08年的時候 ，OK 好，08年的時候，那時候因為我們講說是當時來講就是一種這個馬來海嘯，是 OK 好，那13年就上次大選，那麼又所謂華人海嘯，那時候老師也在當地觀選，對對，5年前是，所以華人就是說在這個反對聯盟這邊呢，事實上以現在來講就是有這個馬來人為主體的這個人民公正黨跟華人的這個民主行動黨，對那之前還有這個伊斯蘭黨也在這個反對的陣營裡面，所以5年前叫人民聯盟，對，那這一次呢，事實上伊斯蘭黨事實上就脫離了原來的這個聯盟的這個陣線，那伊斯蘭黨原來部分比較親反對黨這個部分呢，它就是變成這個誠信黨，那也加在這一個反對聯盟裡面，那這叫希望聯盟，那就是由這個馬哈迪來當這個領袖，所以也就是說，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最近10年來，也就是說上次大選跟上上次大選，包括這一次大選，事實上，馬來西亞的政治事實上已經從過去的這種族群政治，實際上變成是一種都是融合族群的一種政黨聯盟之間的一種這個對決。所以在這個部分來講，就是說，馬來西亞的這一次政權的一個變天，事實上反映出，這一次的這個所謂人民海嘯。基本上已經不是像過去所謂馬來海嘯或者是華人海嘯這樣子的一種很明確的一種希望由特定的這個政治團體或者是族群政治的這個力量來帶動這個政治的變革，而是這次是主要是從這個廣大的鄉村的馬來社會裡面去引發了這一個反這個國陣聯盟的這樣子的一種效應，反映在投票上面。那除了這個詳細的政治的效應之外，我想先利用一點點的時間，因為剛好老師在2013年跟這一次都有親自到馬來西亞去觀選，就選務層次，老師看到的能不能比較一下？因為我記得上一次其實有很多的弊端傳出，那這一次老師有沒有看到什麼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事實上來講，經過上次的大選那事實上馬來西亞在這個選舉時候的這個相關的這種弊端，事實上。很多今年呢，事實上不會比往年少。OK， 但是呢，其實今年來講，在選前就有非常多的這個按照我們講話叫奧博的這種方式，事實上由執政黨來阻撓這個反對黨的這種結盟，所以我們看得出來，像就是不准這個希望，就是沒有讓希望聯盟註冊。對，那在選前就取消這個行動黨候選人的這種資格等等。是，那但是呢，這一次來講，其實比較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看到。
跟上次比起来啊，上次来讲就是人民的激情是很大的，是 OK 好，那这一次其实很大的一个部分是在马来社群里面，是它相对显得出奇的这个宁静。OK，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其实国阵的这个阵营，事实上来讲，他们自己都会觉得心里毛毛的。也就是说，过去他传统的这个支持的选区，好像也没有过去的热情，连基本盘都没出来。也就是说，这一次我曾经这次我有到这个霹雳州萧山选区，那个是传统的马来人选区，是 OK 好，非城市。那国阵的候选人在这个地方，比如说过去的2次的这个大选，当地的这个支持者跟他们之间的互动是很热络的，也就是他办的这个说明会，办这种参会，事实上就很直接可以感受他们的支持。但是这一次呢，都是很熟的他的一个基本盘，但是被我看他们活动的时候呢，那就请他们热烈支持的时候，那事实上这个乡下的这个乡村地区的马来人，他们传统支持者，他们的表情就比较暧昧，也就是说都没有像过去说一定支持就会觉得比较，而且居然还展现出来。对，也就是说他们的态度就是跟过去比起来就是很冷静 ，OK 那很低调。那这个部分来讲，事实上就是一种有一种迹象，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国阵的这个非城市的马来选区的这个部分，实际上有相当的比例，事实上在这一次里面他们就倒戈了。对。那我们回到这一次大选的几位主角哈，首先我不得不提马哈迪。其实大家说这是一个马来西亚的新局，毕竟是在独立61年后第一次的政党轮替，但我们也有看到这个新局里面好像也没有那么新。比方说马哈迪他已经担任过首相22年的时间，然后他曾经被称为说是马来西亚政坛的老狐狸，也有人说他是现代马来西亚，让他马来西亚现代化的这个国家之父。老师会怎么解读这一位已经高龄92，有人说93岁的这个政坛不倒的领袖？是我想马哈蒂事实上我们对于当代马来西亚的认识，大概都会集中在他的一个身上。那也就是亚洲很多这个家父长式的这种政治强人或者是国家这个现代化奠定的这个英雄来讲，马哈蒂当然是一个指标性的一个人物。OK， 那以他来讲，其实他对他是一个非常精于这个现实政治计算的人，也就是说，他有很强烈的这个使命感跟他的一种意志力 ，OK， 所以在他面对过去他执政的时候对他的一种挑战，事实上来讲，他基本上是一种奋战到底的这种精神 ，OK， 那其实来讲，就是马哈蒂这次的这个重出江湖 ，OK， 事实上来讲，我觉得有很重要的是一个结构性的因素，也就是说巫统的这个国阵，那当然是巫统是主要成员，对，巫统的这个统治阶层就是当然现在是纳吉政府，也就是说整个国阵跟巫统的政府，事实上，它已经在结构上已经是这个腐化到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地步，是，所以作为一个这个老巫统人 ，OK 而且是现代马来西亚的这种政治的这个奠基者，事实上来讲，他已经有很长期间的不满。所以导火线当然就是纳吉的那个印马公司，也就是说主权基金的这个一个马来西亚的这个丑闻。对，那事实上这个部分事实上来讲，已经使得这个巫统的这个本质事实上已经完全变质。也就是说，马哈蒂批评纳吉，就是说他相信金钱就是万能，他说 money is the king，OK 所以在这个部分事实上我觉得马哈蒂还是有他的这一个作为一个老巫统人的这种使命感，这是结构性的因素。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因为反对联盟。那反对联盟这个部分呢，事实上，它需要，因为我们知道挑战者需要有很强大的一个士气跟领导者来凝聚那但是从这个过去2次大选，事实上这个安华的这个效应当然已经递减，更何况是他被这个下到监狱里面去，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支持者。OK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马哈蒂也认为要推翻纳吉，靠他一个人，他也不可能再从国阵内部来改变，因为他在2015年就退出国阵了嘛所以呢，他知道这个联盟的对决是扳倒这个现在的纳吉政府的唯一的方法，所以他能够跟
他过去的这个反对者，那么达成一种大和解，那以在野联盟的一个主席或者领导者的方式出来挑战这一次的大选。那我从结果来分析，现在我们当然知道他已经确定会成为首相，可是甚至在最后一刻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大部分的观察家都还是认为纳吉的胜算仍然大于马哈蒂。那在这边我们也要必须提一下，纳吉他不仅有执政优势，老师刚才有提到2个字讲奥布，我们或许就算不讲奥布，他透过他行政的力量做了很多有利他选举的一些动作，比方说我们看到26岁以下免所得税，我以为这一次在手头族跟年轻族群上会大幅的导向纳吉，可是我发现选票结果第一却不是如此。那第二件事，我们看到他还透过这个修法动用了我们政治学上讲竭力容颜选区都出现了，然后有的7000票就可以有一个民意候选人，然后就有的要10万才可以。那第3个，我们看到其实他也弄了一个这个假新闻法，对，那某种程度也是在打压对手阵营，所以。第一，他有执政优势；第二，他做了这么多动作。然后我们回头去看过去这几年，其实马来西亚经济表现不算差，接近6%、5.9%。我认为在人民心中，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至少肚子吃得饱，他应该要有基本盘的。那他还有哪一些原因让他透过这么多的努力，依旧无法保住大位？是主持人提到这个，我想就是这次大选里面最核心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次大选的结果几乎。颠覆了所有的事先的这种民意调查，没有一个准的。确实，也就是说，大家认为国政嘛，至少选得不好，还是可以保住政权啊，也不认为就是说这个敦马就是马哈迪的这个效应有那么大。那其实这次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执政者他有他的优势，以及他用尽了一切的这个方法。那为什么没有效果呢？也就是说，其实很重要的是可能他的敌人就是他诉求的这个政策利多诉求的这个对象呢，事实上来讲，他的利器啊，比如说年轻人啊，跟这个特别是年轻人在上一次的大选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充分去展现过他的这个力量。那现在新的年轻人，我们讲说26岁以下免税，甚至已经缴税都可以在这个政府再退回去给你， money back， 对不对？为什么没有办法让这个年轻人感受到？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另外一方面，纳吉政府实施一个叫 GST， 就是货物跟服务税，就是我们简称的消费税。对 ，OK， 好，那这个是 overall， 就是全面性的，也就是说6%。对，那其实年轻人，我们讲说有时候年轻人当然就业是很重要，但是呢，年轻人在选举的时候，其实那个 passion，OK， 有时候那种 image 形象还是更重要的。那这一次其实纳吉政府很多的，特别除了税的这个问题以外。那事实上，最重要的是，他把这个诉求在这个年轻人的这个部分，他一直认为他传统的这个马来的选票是很稳固的，特别是在过去反对党完全没有办法深入的这个垦殖区，也就是说那是更难就是说那个是几乎是一个疆界，也就是说华人真的基本上很难进入到这个，那就是铁票仓嘛。对，这个垦殖区里面那这一次事实上来讲，我们知道过去为什么。反对党势力进不去呢，也就是说讯息的问题过去认为说这个因为执政者他拥有优势，比如说这个电视频道大概都是国政，大众媒体都被垄断，都是国政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这种社群媒体跟这个网络跟手机的这种穿透力，其实马来西亚来讲这个部分的涵盖率是大的。所以现在就是说，当然以前纳吉政府认为传统的支持者都看电视啦，所以这个网络的部分呢，事实上第一个他们在网络上能够有这个力量，足以跟这个反对阵营的这种网络战跟这种网络讯息来匹敌。所以事实上这一次来讲，包括原来东马的部分纳吉这次特别跑到沙巴去造势，但是原来过去我们知道东马的沙巴跟沙劳越的议席都号称。国政的定存票、定存议席，不用担心。对，但是想不到这一次都解约了。对，就反对党呢，甚至从沙巴跟沙劳越提到了不少的这个选票。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就是说传统的支持者、传统的票仓的这种
溃败，事实上是这一次这个纳吉主要的原因。那他很光鲜亮丽的政策，其实都是针对台面上，针对我们现在看到的明的这个敌人去打，但是他自己的这个支持者，事实上这一次对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海啸。OK， 好，上半场我们先谢谢陈教授这么详尽的分析。NC 黑口你好，早日的关注两弹场感应的问题，动因讲两地图还没有中国元素，甚至係反映讓馬來人撒好的學歷分布會改變，NC 了解工作兩者的關係。刚刚转到讨论的现场，我们刚才谈了那么多，在政策面，然后为什么纳吉会选输？其实某种程度上，这一次我们看这一场选举，有很多人跟人的关系也非常的奥妙。尤其我们现在讲纳吉跟马哈迪，他们不仅是政治上的师徒，然后纳吉的父亲其实当时也是提拔马哈迪很重要的贵人。那如今为什么他们俩的关系怎么生变的？然后现在反目成仇。然后另外一个关系，待会也要接着讲，就是安华。明明在当时是马哈迪亲手把他送入大牢，就后来安华却在选前一天出来挺他。这两段关系，老师能帮我们讲一下吗？是，我想就是政治人物有点希腊神话，对，有点希腊神话式的这种复仇记这样子 ，OK 哈，或李尔王之类的。那其实我们知道马哈迪在现在马来人都叫他敦，对 ，OK 哈，叫他敦哈。对，那敦当然就是这个马来人这个就是在马来西亚最地位最从容的 ，OK 啊，所以我们像拿督，再来拿督斯利，再来丹斯利，再来就是敦啊。对，所以马哈迪是敦。那另外一个敦是谁呢？叫敦拉萨，就是纳吉的爸爸，是马来西亚的第2任的这个总理。那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关系，也就是说，原来我们知道马哈迪出身是平凡的，对，他并不是正2代，官2代。那纳吉呢是标准的官2代，是，也就是说，马来西亚人都知道他是含金汤匙出身的，他爸爸是前首相，对，然后其实他跟人民的距离是非常非常的遥远 ，OK 啊。那他在英国念书，然后很年轻就当这个州的彭亨的这个州的这个大臣等等啊，所以一路在政治里面。那我们知道就是说，马哈迪在2003年 ，OK 好，从1981到2003年他这个卸下巫统主席之后呢，其实我们知道他当时的继任者 ，OK 叫阿杜拉，对，阿杜拉呢被叫做这个 sleepy minister 啊，为什么？其实不是只说他看起来没有精神，因为他有嗜睡症。对，好，那阿杜拉呢？那时候被认为说马哈迪并没有真正想要在巫统里面 ，OK 哈，那么快的有一个这个强势的一个人 ，OK， 马哈迪还是要透过作为一个这个元老啊，继续在这个执政联盟，特别是巫统里面扮演他的影响力。对 ，OK 好，所以经过阿杜拉之后呢，事实上马哈迪后来是支持纳吉的啊。那马哈迪支持纳吉的时候，当时就被批评，就说纳吉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在当时来讲是一个所谓上上之权，OK， 不是个雄才大略的人。那马哈迪为什么支持他 ？OK， 那这我们不晓得他的理由啊。但是很多评论者或批评者认为，其实马哈迪还是希望在巫统里面不要有一个那么强势的这个 leader， 是 OK， 好，他可以继续这个维持他的一个影响力。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那我们就回过头来看他刚才主持人提到他跟安华的这个事情，对啊，因为安华从这个很年轻的时候，实际上就追随这个马哈迪，对，所以他得力的左右手啊。那马哈蒂呢，事实上当然很快就把他当做这个接班人选，那这样子就麻烦了。也就是说，当这个 leader 他还要这个领袖，他还要强者，他还要在位很长的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太早成为他的这个接班人，或就像
我还没有要交班的时候，你就已经准备好接班了。对，类似康熙皇帝时候，这个绝对康熙是这么英明神武的君主，是，但是呢，他在这个接班人上面呢，这个就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安华事实上当然很有能力，但是他在马哈蒂权力正高的时候，事实上来讲，他去挑战他。对 ，OK 哈，所以这一点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权力结构跟权力部署、权力接班的一种这个冲突。所以这个经过时间的这个递延以后，事实上，我们知道政治人物的这个恩仇事实上是很快速可以变化的。OK 所以反正是一般看戏的这个老百姓觉得说哇。目不暇接 ，OK 哈，但是我们知道政治人物的生命，政治人物有2种生命一种就跟我们一样普通人的生命哈，那一种昨天我还听他讲 If I'm alive， 对，他还开了这个玩笑。那另外像这一次行动党霹雳州的这个主席叫尼可敏他就做了一个视频，因为马来西亚大选里面的视频是非常重要的那他是这个反对联盟是马哈蒂这边的但他就做了一个视频用开玩笑的语气说这个李光耀呢在天堂打麻将是那3缺1就来找马哈蒂那马哈蒂就跟他说呢，我还不能去，因为我还没有扳倒纳吉那他这种说法呢，其实当然是一种开玩笑，但是引起不少波澜，也就是说他们觉得。对马哈蒂不仅是不敬，甚至认为说，希望马哈蒂在这个选完了不是说上哪里的意思，而是希望他不要恋战权力太久。这个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知道选举昨天晚上马哈蒂刚成功的就这样这个就职，这也是一个不简单的地方。选完的第2天就职，对大马的第7任这个总理，他之前是当过首相，当过22年，所以这也是这个我们觉得这中间好玩的地方，但好玩归好玩，这里面难道没有任何选民对于他们这种近乎思乡受受？因为我们后来看到说，现在到时候我就让安华的太太来当副首相，2年后等你安华你被特赦，然后你具有担任首相资格之后，我就把位置让给你。这选举结果可以变成这个样子？是。好问题，就是说马哈蒂在选前的时候，事实上，当他突然间变成反对联盟的这个 leader 的时候，很多人不能适应，是因为特别是包括反对阵营里面很多人其实都受过他的迫害 ，OK， 不仅是华人、马来人的这些政治人物都有但是马哈蒂就可以很成功的让这一群人相信他这次不是要来恋战职位的，他这次是。带领大军就是要打败纳吉而已。对，那之后呢？所以他事前就讲好了，他在选后呢，他会申请特赦这个安华。对那快的话，安华在下个月可能就出狱了。是，但是安华出狱呢，不能够马上当首相的，因为他还没有议员的资格。因为马来西亚是联邦制，所以他必须等这个某些议席去补选。是最快可能也要在2年。对 ，OK， 所以这就预告了这个马哈蒂还是至少在任期的这个前面的一半 ，OK， 还是他 ，OK， 好，所以这样的一个部分，事实上选后的挑战才开始，也就是说，大家不知道马哈蒂如何来布局他的这个政府 ，OK， 就是一个老的这个巫统世代的这样的一个领袖如何把反对党的一个政府能够符合人民的一个这个期待？那事实上反对的这个批评者就说，推倒了一个60年的这个国政对，但是反对党在这10年里面呢，已经把自己搞成了一个新的国政。对 ，OK， 好，也就是说。不管原来支持的这个像公正党支持这个原来就是我们讲说行动党跟公正党的结盟那到现在这个行动党已经扳倒了这个马华工会 ，OK 所以华人现在的力量当然都是在这个行动党这个地方那马哈蒂基本上我觉得华人社群 OK 或华人政治人物对他这个信任的程度，我觉得。那是不可乐观看来，也就是说，基本上有相当的这个矛盾在里面。正好陈教授提到华人这件事情，我们也不得不提，除了个人因素之外，这一次大选当中，究竟中国因素发挥了多少影响力？因为
你看在选前马哈蒂批纳吉那种麦马亲中的那个力量之大，难道他已经安排好？比方说接下来他就职之后，他不担心马中关系因他而生变吗？那华人势力马华工会没有反扑的可能吗？是，好问题，就是中国因素其实有，但是其实并不大，也不是关键。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会特别注意到中国因素啊。那其实中国对马来西亚大马的大选这一次的这个投入啦，或者说介入或投入的程度呢，其实是节制很多的。OK， 反而是这个反对党，特别是马华是不就是国阵里面，特别是这个马华的这个候选人啊，他们甚至把这个习近平的我看肖像都拿来一起挂啊，那这里就被批评，因为反对联盟这边因为这个西盟没有被注册嘛，OK 哈，所以呢马哈蒂不是他们一个联盟的领导人，所以候选人呢把候选人跟马哈蒂合照的这个照片都会被选务机关把它剪掉，变成一个口。我看到网络上有那种。但是习近平根本是个局外人，却可以对他的形象却可以。那这一点呢，其实当然引发了一些批评。但是这个马哈蒂在胜选以后，很快就在访问上面提到说，他会继续这个支持中国大陆“一带一路”的倡议等等。当然这个但他有说不能对政府的财政造成额外的负担。对，但是我想这个马来西亚的政治我都很清楚 ，OK 哈。今天中国跟马来西亚的关系也不是跟纳吉的关系 ，OK 哈。所以马中关系其实还是会维持 ，OK 哈。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在这次的这个影响这次竞选里面，其实外在的因素，像中国因素，事实上并不是重要的。对。那接下来在马哈蒂，你看他现在就任首相，他最近眼前的挑战。